Amen。邊個係幫助我哋噶？邊個係拯救我哋噶？而且佢都成為我哋嘅詩歌喎，詩歌嘅意思就係令你唱歌嗰一位啊！當你諗起你嘅愛人咧，你就想同佢唱歌噶啦。你諗起耶穌，諗起咧愛我哋嘅時候，我哋就會同佢去唱歌。佢就係我哋嘅詩歌 Amen。跟住喺第15節咧，呢個係一個好奇妙嘅應許。佢話喺義人嘅帳棚，帳棚嘅意思咧，即係屋企咁解啊！邊個呢度你係義人嚟噶？你係被耶穌稱為義噶？Amen。你係咪被耶穌？你係咪信咗耶穌噶？我哋係被耶穌稱為義，我哋就係義人。神佢話喺義人嘅帳棚裏面，即係喺你嘅屋企裏邊咧，有咩嘅聲音啊？歡呼同埋咩啊？拯救嘅聲音。你相唔相信喺你嘅屋企裏邊要充滿住因為神嘅恩典，因為神嘅救恩而歡呼讚美嘅聲音啊？可能過去你屋企充滿嘅我唔知咩啊，電視聲、吵鬧聲，定係咩聲音呢？定係埋怨？願意今年聖經佢話喺義人嘅帳棚裏邊應該充滿嘅係乜嘢啊？係歡呼拯救嘅聲音。而我都相信呢度係一個應許，就係講到話呢，可能你有啲嘅家人未認識神嘅，你有啲嘅屋企人仍然係被蒙蔽嘅，仍然好多嘅問題，但係主佢呢俾我哋嘅應許就係今年裏邊你會經歷到喺你嘅屋企裏邊會有歡呼拯救嘅聲音，係咪？而當我哋咁樣去歡呼讚美神嘅時候呢，耶和華嘅右手就被高舉啦，即係耶和華親自為你爭戰啊！佢嘅膀臂就會展大能嘅，即係魔鬼唔能夠再去傷害你同埋你嘅屋企啊！你要唔要咁樣去讚美神啊？而我哋呢一度就係神嘅家，係咪？呢度都係義人嘅帳棚，係神居住嘅地方。呢度要充滿咩嘅聲音啊？歡呼拯救嘅聲音，係咪？所以我哋一齊咧，我哋用一啲嘅時間，我哋咧去你開聲去讚美主啊！為咗佢咧喺你生命裏邊嘅恩惠慈愛，我哋開聲嚟到去讚美佢啊！主，我哋多謝你啊！主，你實在係奇妙嘅神。主，我哋將我哋嘅生命獻俾你，我哋要歡呼讚美你啊！我哋要歌頌你嘅恩惠，歌頌你嘅慈愛啊！直到永遠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主啊，讚美你，哈利路亞！主，我哋嘅家都要被改變，我哋嘅屋企都要被改變，教會都要被改變啊！要充滿歡呼拯救嘅聲音啊！你嘅膀臂就要展大能啊！你要親自嘅為我哋爭戰啊！仇敵就要離開我哋逃跑啊！我哋多謝你啊，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係主，我哋真係知道咧，我哋所敬拜、所服侍嘅係一個咧永活嘅真神，係一個全能嘅神啊！係啊，而且我哋所敬拜嘅就係愛我哋、為我哋而死，而且從死裏復活嘅耶穌啊！主，我哋真係知道你已經勝過咗一切黑暗嘅仇敵啦！係啊，主，我哋知道喺你嘅裏邊，我哋能夠得到新嘅生命啊！我哋能夠得到永遠嘅盼望啊！係啊，天堂嘅門為我哋打開啊！而主，我哋都相信天堂嘅門咧，要為咧我哋嘅家人打開啊！要為到咧好多失喪嘅人咧，都要進入你嘅國嘅裏邊啊！係主，喺2013年嘅裏邊，我哋知道係你做新事嘅一年啊！你要將你嘅作為喺我哋當中嚟到去顯明啊！你要俾我哋見到你嘅榮耀啊！所以主啊，求你讓我哋真係成為歡呼讚美嘅子民啊，成為歡呼讚美你嘅百姓啊！主，我哋就時常咁樣嚟到去讚美你，去稱頌你嘅名。多謝你，我將一切榮耀頌讚歸俾愛我哋嘅主。我將最大嘅掌聲俾我哋嘅主，哈利路亞，阿們，哈利路亞，係主，多謝你啊，哈利路亞。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動，聽見大海在怒吼，萬民都在揚聲歌唱，耶穌基督已復活，係主，多謝你啊！是否看到人心惶恐，聽見萬民在歌頌，世上人們開始呼喊，耶穌基督我救主，係啊，主，我哋要睇見你啊！我們看見神大能運行，活水江河就流向萬邦，男女老幼都轉向耶穌，天堂的門將敞開，來預備復活
救主降临，天堂门打开，音乐响起来，让赞美充满这世界，唱出新盼望，喜乐涌向来，欢呼他的公義永存在。我哋宣告黑暗嘅勢力都要去戰鬥啊！黑暗勢力正在戰鬥，主百姓同心歌頌，三權消息匯成河流，洗淨一切破碎憂愁。我們看見神大能運行，活水江河就流向萬邦，男女老幼都轉向耶穌，天堂大門張開，來預備復活救主降臨，天堂門打開，音樂響起來，讓讚美充滿這世界，唱出新盼望，喜樂湧向來，歡呼他的公義永存在。天堂門打開，音樂響起來，讓讚美充滿這世界，唱出新盼望，喜樂湧向來，歡呼他的公義永存在。再去宣告黑暗嘅勢力要戰鬥啊！黑暗勢力正在戰鬥，讓主百姓同心歌頌，三權消息匯成河流，洗淨一切破碎憂愁。我哋要看見你嘅作為啊！我們看見神大能運行，活水江河就流向萬邦，男女老幼都轉向耶穌，天堂大門將張開，來預備復活救主降臨，天堂門打開，音樂響起來，讓讚美充滿這世界，唱出新盼望，喜樂湧向來，歡呼他的公義永存在。天堂門打開，音樂響起來，讓讚美充滿這世界，唱出新盼望，喜樂湧向來，歡呼他的公義永存在。天堂門打開，音樂響起來，讓讚美充滿這世界，唱出新盼望，喜樂湧向來，歡呼他的公義永存
係你嘅話語係一點一畫都唔會被廢去嘅。主，我哋嘅磐石就係你自己啊！我哋所站立嘅磐石就係你自己啊！主啊，你真係讓我哋能夠懂得成為讚美嘅子民啊！係啊，我哋咧嘅口要常常說讚美嘅話，讚美嘅話要充滿喺我哋嘅裏面啊！喺呢個新嘅一年裏邊，主，我哋同你講，我哋唔要再咧埋怨啊！我哋唔要再投訴啊！我哋唔要再咧講一啲叫人喪膽嘅話，我哋要單單嘅嚟到去讚美你啊！我哋要單單嘅去高舉你嘅名，去榮耀你啊！係啊，主啊，無論喺咩嘅事情裏邊，我都要凡事上面要謝恩啊！主啊，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氣息都係從你而嚟嘅。主啊，願意我哋嘅讚美就能夠改變呢個世界啊！呢個讚美嘅聲音就能夠叫萬民都嚟到認識你啊！主啊，當我哋高舉你嘅時候，就要吸引萬人嚟到歸向你啊！多謝你啊，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主，我哋愛你。哈利路亞，主啊，直到永遠我哋要讚美你，直到永遠我哋要高舉你嘅名。主耶穌，我救主，你的恩手有誰比？一生一世，我要頌揚你亙古不變的厚愛。多謝你主。安慰者，我靠倚，作我力量避難所，一息相處，我要頌揚，永遠述說主恩手。諸天頌讚，歌頌你的聖名，尊貴權柄，榮耀歸於我主。高山下拜，與大海呼召，萬物都要讚美你。歡呼頌讚，救贖主的作為。我愛慕你，我此生不變改。你所賜予的應許，有可能代替。主，多謝你。主耶穌，我救主，你的恩手有誰比？一生一世，我要頌揚你亙古不變的厚愛。你係我哋嘅安慰者，我靠倚，作我力量避難所，一息相處，我要頌揚，永遠述說主恩手。諸天頌讚，歌頌你的聖名，尊貴權柄，尊貴權柄，榮耀歸於我主。高山下拜，與大海呼召，萬物都要讚美你。歡呼頌讚，救贖主的作為。我愛慕你，
生不變改，你所賜予的應許，有何能代替？主啊，今日我哋都要站立喺你嘅恩典之上，喺你嘅恩典之上，歡歡喜喜嘅去盼望神你嘅榮耀。主啊，願意我哋真係成為不住用心靈同埋誠實去敬拜你嘅人。主啊，叫我哋嘅心要去稱頌你，凡在我哋裏面嘅都要去稱頌你嘅聖名。我哋不可忘記你嘅一切恩惠，不可忘記你嘅一切恩惠。係啊，主，多謝你，因為你話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嘅。主啊，叫我哋喺今年嘅裏邊，能夠真係懂得活喺你嘅恩典之上，懂得每一日靠住你嘅恩典而活，去成為一個充滿讚美、充滿感謝嘅人。主啊，俾一個新嘅心我哋。俾一個新嘅靈我哋，俾一個新嘅眼光我哋，叫我哋能夠見到你嘅榮耀，
見到你嘅恩惠，見到你嘅慈愛。因為主你話過，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哋。我哋且要住喺你嘅殿中，直到永遠。多謝你主，哈利路亞。我在這，是因你恩典。我在這，是因你慈愛。主耶穌，我如此感恩，都因你豐盛恩典。我在這，是因你恩典。我在這，係因你嘅慈愛，是因你慈愛。主耶穌，我如此感恩，都因你豐盛恩典。感謝耶穌，耶穌，耶穌，感謝耶穌，是因着你恩典，是我的唯一我讚美你直到永遠。我在這，是因你恩典。我在這，是因你慈愛。主耶穌，我如此感恩，都因你豐盛恩典。感謝耶穌，耶穌，耶穌，感謝耶穌，是因着你恩典，是我的唯一我讚美你直到永遠。感謝耶穌，耶穌，耶穌，感謝耶穌，是因
耶和華賜俾我哋嘅福，使到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弟兄姊妹，我哋知道信咗耶穌唔係天色常藍，但係今日神嘅恩典喺我哋裏邊，佢賜俾我哋嘅福，使我哋富足。唔單止喺我哋好景嘅時候，我哋可以經歷到呢個福分，就喺我哋逆境嘅時候，佢嘅祝福依然冇離開我哋，係因為佢嘅恩典，我哋仍然站喺度，舉起我哋嘅手去稱頌佢。好唔好？喺呢個時候，我哋舉起我哋嘅手，我哋為到我哋過去嘅2012年，或者個人生裏邊，或者嚟緊迎接2013年，甚至係現在，你喺一個艱難嘅光景裏邊，開聲去感恩，開聲去感恩，因為神嘅福今日冇離開過我哋，今日佢嘅恩典冇離開過我哋，佢要同我哋一齊，佢要拉住我哋嘅手去經過。你睇我哋開始去開聲去感恩，去祈禱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舉起你嘅手去唱，感謝耶穌，感謝耶穌，專注喺佢嘅同在裏面，將呢個感謝獻上。耶穌，感謝耶穌，只因着你恩典，是我的唯一國，我讚美你直到。主佢喺希伯來書12章咁樣同我哋講話，我們既有這許多嘅見證人，好似雲彩一樣圍着我哋就當放下各樣嘅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哋嘅罪，全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嘅路程，仰望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耶穌。主佢今日提醒我哋，一個讚美、一個感恩嘅人，就係一個去仰望耶穌嘅人。當我哋嘅口不住嘅充滿讚美、感謝嘅時候，我哋就能夠放下嗰啲纏累我哋嘅重擔，同埋我哋各樣嘅罪。主佢喺聖經裏邊好清楚講話，喺基督裏邊我哋係新造嘅人，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啦。主好清楚同我哋講，佢係當中要將新嘅心、新嘅靈俾我哋，亦都要喺我哋當中行新事啊！所以今日喺新嘅一年嘅第一個主日裏邊，我哋所獻嘅祭就係將自己嘅生命獻上，當作活祭俾主。我哋知道完全係因為佢啊，因為佢嘅緣故，我哋嘅生命唔再一樣啊！因為耶穌為我哋所做嘅一切，我哋真係能夠奔跑擺喺我哋面前嘅路程啊！多謝你主，我哋用以後嘅呢一首詩歌成為我哋嘅禱告啊！哈利路亞！因為有你，我會別過去；因為有你，生命能延續。因為有你，我不再有恐懼，心能夠得安息。因為有你，
为有你，恩典丰沛如雨，因为有你，生命有新旋律。你已释放我心，无尽的爱毫无保留，主你宝血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到自由，因耶稣拯救我。因為有你，我揮別過去。因為有你，我揮別過去。因為有你，生命的延續。因為有你，因為有你，我不再有恐懼，心能夠得安息。因為有你，罪已得潔淨。因為有你，恩典豐沛如雨。因為有你，生命有新旋律。你已釋放我，你已釋放我心，無盡的愛毫無保留，主你寶血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到自由，因耶穌拯救我。無盡的愛，無盡的愛毫無保留，主你寶血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到自由，因耶穌拯救我。因為有你，軟弱嘅能剛強；因為有你，軟弱的能剛強；因為有你，破碎的能歌唱；因為有你，心中充滿盼望。我能活出夢想，我能活出夢想，無盡的愛毫無保留，主你寶血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到自由，因耶穌拯救我。無盡的愛毫無保留，主你寶血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到自由，因耶穌拯救我。我哋舉起我哋嘅手，再多謝我哋嘅主啊！係啊，主，多謝你無盡嘅愛啊，係毫無保留嘅愛啊！主你寶血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到自由，因耶穌拯救我。
救我，因耶稣拯救我。我將最大嘅掌聲，你愛我哋嘅主，愛我哋嘅神，係拯救我哋嘅主，係拯救我哋嘅神。哈利路亞！係咪大啲啊？多啲！我哋應該點樣去讚美耶穌？係救咗我哋嘅生命啊！哈利路亞！Amen！多謝你主，Amen！哈利路亞！最後咧，我哋好想咧喺今年嘅裏邊咧，我哋真係有一個嘅禱告。個禱告咧就係主教我哋嘅禱告，亦都係最重要嘅禱告，就係願神嘅國降臨，願佢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最後我哋會透過主禱文呢一首歌，亦都有啲嘅年青人咧會同我哋一齊跳舞，一齊去敬拜，成為我哋今年向神嘅立志。我哋今年嘅禱告，我哋今年嘅渴求，就係見到主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們，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永远，阿们。
夠唔夠啊？夠唔夠啊？俾耶穌一個最大嘅掌聲好唔好啊？俾耶穌一個最大嘅歡呼好唔好啊？得勝嘅主，我哋嘅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哋嘅主咧，用無盡嘅愛，用咧一個咧，我哋諗都諗唔到咁大、咁豐盛嘅恩典俾我哋發達啦。所以喺你成日坐低之前，不如揾兩三個話俾你聽，你發達啦！耶穌用永遠嘅愛去愛你啊，咁樣。請坐。哈利路亞。感謝神，感謝神。唔知邊個咧有冇喺2012年12月31號翻嚟深宵祈禱會，有冇有翻嚟嘅？揮下手先。哇，正唔正啊？哇，正啊！完咗我哋咧，真係好感恩。仲記唔記得咧？我最拉尾帶大家做一個祈禱咧，就係今年我哋每一個人點樣咧？第一個人信耶穌，唔單止同佢傳福音，仲將耶穌嘅教訓佢遵守，係咪？好奇妙咧！1月1號咧，有個朋友打俾我，約咗我飲茶。咁佢帶咗個朋友同我認識，嚟自上海嘅。喺嗰一日飲完茶之後咧，嗰個小姐聽咗耶穌嘅福音好感動。佢嗰一日喺個海邊，我係揸住杯嘢，帶咗佢決志信耶穌。哇，好浪漫啊！真係。喂，俾掌聲耶穌嘅掌聲應該點俾咧？你覺得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你唔會估計到，當你帶一個人信耶穌，對佢嘅幫助係幾咁大。我哋中間有一個人係帶我信耶穌嘅，我唔話佢係邊個，費事攞咗佢啲獎賞。我想問咧，今日有冇朋友第一次嚟到我哋中間揮下手啊？我想歡迎你。有喎，有兩位，請你起身好唔好？我想俾個掌聲你。擺翻一個大嘅福音教會嘅後面仲有一位，歡迎你。我哋有少少紀念品咧，想送俾你。係啊，感謝主。全部都黑頭髮嘅，不過都講下啦吓。Anybody from overseas first time to join our servic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We want to welcome you. Anybody? Oh, over there. Welcome. 不如同你隔離左右講早晨好唔好啊？早晨。Selamat pagi。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好想收奉獻。收奉獻嘅時候，我哋讀一節經文好嘛？喺歷代志上29章13到15節，揾到我哋一齊讀，預備1、2、3。我們的神啊，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我想咧用一個見證咧去講今日嘅奉獻。有一位朋友叫 Jerry， 如果喺當中有一位叫 Jerry， 又發生類似嘅事件咧，實屬巧合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佢咧好叻嘅，佢做生意好叻嘅。佢每做一樣嘢都會問，佢會問咩咧 ？Where's my bonus？ 即係我嘅着數喺邊度？我嘅花紅喺邊度？有冇花紅先？有冇着數先？所以佢做生意好成功。但係咧，牧師咧就發覺呢個人幾特別喎。點解咧？教會乜嘢嘅侍奉佢都去嘅。尤其是咧幫咗啲貧窮人做啲好去偏僻嘅，佢好投入嘅。咁問佢你發生咩事咧 ，Jerry 哥哥？咁佢就話：有一日我喺度做生意嘅時候，突然間發覺心臟病發，好彩隔離有個人即刻將我咧送去醫院，救咗我條命。所以咧，佢話當佢醒翻嘅時候，醫生就同佢講：佢話歡迎你翻嚟啦，我哋卒之救翻你。佢就覺得由嗰日開始，佢嘅生命係 bonus， 所以佢講一句咁嘅說話，佢話生命係神俾我嘅禮物，付出係神俾我嘅恩典。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好嗎？
2013今日嘅第一個嘅奉獻主，我哋體會到生命原來係你俾我哋嘅禮物，我哋能夠付出，原來都係你俾我哋嘅恩典。神啊，我哋多謝你，今日教我哋喺奉獻裏邊去學習點樣付出。多謝你，求你悅納咧，我哋陣間嘅無論係1/10奉獻、中國宣教嘅奉獻、慈惠或者喺我哋社區關懷網絡嘅奉獻、建堂嘅奉獻，求你悅納。我哋咁樣嘅祈禱，奉耶穌嘅名，Amen。好，喺收奉獻嘅時候可以睇福音家事，唔該。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好快就進入咗2013年啦！大家好，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Mian， 不如睇下2013年第一個家事有咩帶俾你哋睇？今個禮拜六1月12號，教會會有醫院探訪啊！如果你都想將呢啲愛心傳揚俾呢啲病人嘅時候，就記得打呢個電話揾譚健弟兄啦。咁有愛心嘅活動，當然唔好俾佢停啦！我哋教會1月19、20、22、25號會有祝福滿葵芳呢個活動。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記得都係打返呢個電話揾譚健弟兄查詢啦。聖經問答比賽最高嘅境界唔學過呢個字快，誇張啲講，搶答嘅時候你會聽到啲嗶嗶聲。當搶到嘅時候啦，你滿腦子都係經文，能夠答到條問題嘅，簡直係一種福氣。復興教會青少年事工呈獻舌尖上的聖經，1月26日下晝3點鐘，一齊嗒真佢。原本今日舉行嘅合堂崇拜改咗去2月10號9點半鐘舉行，嗰日係年初一嚟嘅喎，大家記得嗰日得一堂崇拜，唔好錯過啦！提你，星期六7點鐘 Come Away 預埋你。今個禮拜嘅家事嚟到呢度啦，祝你2013年快樂！我係你嘅主持人美欣，祝福你，拜拜。好，多謝主。